华视在地新闻来收在这位台湾职工28岁梁凯浩，到意大利参加纹身车字的比赛，摕到车卡车片的冠军，嘛摕到车手骨的亚军，做一届，甲2项大奖带回台湾。 以玄武凤凰为主题，车字赛刘凯豪作品《文武梦中的2.0版》有烟雾文字，并且技法的特点，摕到今年意大利罗马国际车字展手骨彩色大刀组的亚军。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赤月流程河的图案。那在这种平切的方式，其实在手臂构图上是比较少出现，尤其是传统的内容。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。对，那这些东西当然是对当事者会有更深刻的连接。 强调车字甲马道本身的连接，另外一幅参赛作品是以文殊师利菩萨为主题，采用创新的构图模式，互远中近无同角度观赏，拢含有无同意义，摕到专备欧贝大刀组的冠军。你在远远的地方看，你就看到哦，知道它刺什么内容。我们会看到有拿如意的跟拿剑的，那这就是细节的不同。28岁刘凯豪加创新。 多一次在国际比赛中得到奖项，伊强调每一届参赛拢是经验，嘛希望用家己的力量改变一般人对车字古板的印象，将车字成做一门特别的艺术。